來繼續來看高雄三民區的建國路，也就是高雄高中大門口的大路，本地應該是直線的白線，竟然變做會錯的電波線。民眾笑講可能是白線關甲皮皮錯，嘛有人驚體講是白線違規蛇行。主管單位初步來認定，可能是大型車一直搞到這個白線怎變形。這裡是高雄中學的大門口，那前面的馬路呢，有一條白線，長得是特別的不一樣。這條線到底有偌奇怪？有網友就翕落來，騎腳踏車看倒邊的白線，頭殼會戇，車過會準。記者實際來看賣。為車頂的角度來看，一段差不多20公尺的白線歪過起錯。落車位路邊來翕嘛是同款，唔是目虧，這條白線真正有問題。花朵啊，為廣大花朵。像心電圖一樣，就是在跳動。歪曲68蛇形。本來應該引導車的標線煞變形，這是高雄的三民區建國路高雄中學的大門口，這個白線哪會變成安尼？敢是天氣傷熱、氣溫高，白線這個樣甲規攏歪去。因重車頻繁碾壓，導致道路鋪面變形，連帶使路面標線因瀝青基底擠壓而出現歪斜變形。在現場發現，確實有真儕公車呢來來去去，若是要挖站隊交過去。所以講造成白線變形，工務局強調講，會請廠商趕緊重新擱畫過，將白線甲擬好頂，若要正繼續擱變形落去，恐驚賽車、騎車攏愛去眼科報到啊。